上個禮拜喺香港，兩個女人因為喺小巴嘅一個小碰撞，一個死咗，一個而家正被拘留。但你知唔知道，我同你之間都係只差嗰一個選擇。幾日前我同媽咪鬧交，按照以往嘅慣性，我會唔同佢講嘢，由得怨恨累積，然後等待住下一次嘅爆發。但係我今次做咗一件唔一樣嘅事，我去斟咗杯水俾佢，唔係因為我認輸，係因為我終於睇到啦。新聞裡面嘅嗰兩個女人，佢哋缺嘅唔係道理，而係一個先停低落嚟嘅能力。今日我想分享3樣嘢。第一，睇到衝突發生嘅時候，先睇到自己嘅情緒，而唔係着眼於對方嘅錯。第二，俾自己5分鐘嘅時間，唔需要去分析邊個啱邊個錯，而係俾自己嘅情緒慢慢流過去。第三，行動，做一件小事，譬如倒杯水俾對方啦，或者用平靜嘅語氣講一句說話，唔係對方應得，而係你自己值得擁有內在嘅平靜。嗰兩個女人冇機會做呢3件事，但係你有。同自己和好，由先停低落嚟開始。Namaste。